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阿 Jean， 好耐冇見大家啦。咁係啦，趁住呢個機會，我覺得隔咗咁耐時間咧，咁想同大家打個招呼，同埋咧 update 大家一下我嘅情況啦。咁我嚟咗加拿大已經超過3年啦。咁神帶領我嚟到呢度進修神學，完成咗一個神學學位啦。咁就而家係喺一間教會，主要係牧養少年同埋家庭嘅。喺呢段時間裏面咧，即係神讓我重新可以去認識自己啦，思考自己嘅生命，同埋係去面對自己嘅一啲生命嘅故事。最近除咗忙住牧養嘅工作之外咧，其實我亦都開始咗一個我諗咗好耐嘅一個侍奉嘅，呢個咧就係開展一個藝術福音事工啦。咁喺牧養同陪伴別人嘅過程裏面咧，其實我發現好多人心裏面咧都有啲講唔出嘅壓力，孤單，甚至乎係傷痛，而佢哋好多時候甚至乎係唔知道點樣去表達自己。而我覺得藝術同埋畫作同埋顏色其實係一個好溫柔嘅語言同埋力量。神一步一步咁帶領我喺呢幾年嚟對藝術啦，對畫作嘅熱愛，對生命嘅反思，同埋係信仰嘅一啲經歷同埋體會，將呢啲嘢咧慢慢咁樣結合咗一齊。所以我用咗大概半年有多嘅時間去設計咗一套卡。咁呢套卡咧就叫做 Healing Color 36。咁36咧係36種顏色。咁其實主要就係36種顏色嘅卡啦。咁另外仲配有幾組唔同嘅卡。咁呢幾組卡咧都係一啲唔同方向嘅問題，當中亦都有一啲同信仰、基督信仰有連結嘅一啲反思問題。我會覺得呢套咧唔單止係一套顏色卡，而係一個邀請，係邀請用嘅朋友咧可以停落嚟睇下自己嘅內心，整理一下情緒，重新發現生命裡面嘅盼望。我最近亦都繼續去諗緊設計另外一套嘅經文卡嘅，咁遲啲再同大家去介紹。而我相信真正嘅醫治同埋盼望都係來自神。希望咧開始呢一個藝術福音事工係能夠成為一個空間，讓更加多嘅人喺神嘅愛裡面得到安慰、更新同埋力量。我會繼續咧喺我嘅頻道啦、Facebook 同埋 IG 去 update 嘅。咁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啦。咁多謝你哋，我哋遲啲見，拜拜。